台湾老足紧，你敢知？根据联合国上新发布的一份报告，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指出，因为寿命延长甲生囝的水平下降，世界人口当咧老化，点出打出世的人口减少，老人人数成长快速，甲真济国家人口减少的趋势。联合国预计未来30年，世界人口会增加20亿，按即卖的77亿增加到2050年的97亿。该研究阁预测，全世界人口成长可能伫2100年达到约110亿。现此时，世界人口寿命愈来愈长，尤其是65岁以上的增加上紧。伫2019年，11个人内底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，占比例9%。到2050年，全世界6个人内底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，占比例16%，达到约2倍的成长。甚至预测到2050年，全世界80岁以上的老人会增加2倍。按2019年的 1.43 亿增加到2050年的 4.26 亿。全世界拢在走向高龄化人口结构，台湾嘛同款。不过，互人较烦恼的是，台湾老的速度比其他国家紧足济。咱自2001年开始，战后婴仔老陆续来到65岁。内政部伫2018年3月正式宣布，台湾老人人口冲破 14.05%， 达到世界卫生组织高龄社会的标准。台湾伫短短25年，就按高龄化社会进入高龄社会，也就是7个人内底就有一个是老人。到2026年，65岁以上的会占台湾总人口 20%， 正式变成超高龄社会。根据国发会推估，台湾按高龄到超高龄简单8年尔，比老化最严重的日本近27% 的时间为高龄化社会变成超高龄社会，这是真惊人的代志。伫台湾，老已经毋是少数人的代志。高龄化对国家财政会产生真大的负担甲社会问题。所拜建立健全的长照体制是国家、全民拢爱积极拍拼的。不管是公共政策、社会组织，还是中高龄就业等，拢需要进行改革，创造一个适合全龄拢下大的生活环境，互每一个人面对老无惊吓，才有法度降低因为老所带来的冲击。